每一天，牧师家己做伙祈祷。今日是10月30日，但入米哀歌3章22节安尼讲：阮无抵到灭无，是对耶和华才的慈爱，因为伊的怜悯有穷尽。大家来祈祷，阮无抵到灭无的天父，阮感谢你，主啊！你是予日月星辰、春夏秋冬万物运作照时的创造主上帝。你是予人有活命，佮分一口气给阮，通予阮真做有灵佮智慧，你所听佮意爱的儿女，予阮来替你管理万有，这是无通比的恩典。我们大声阿罗感谢你，主啊！虽然阮受托来管理，总是常常袂记你家己是受托者，也做是家己的气力来骄傲，直到阮失去你同在的恩典。求你赦免阮的骄傲自专，予阮知我倒转来倚靠你，因为阮无抵到灭无，是对你的慈爱，甲你的怜悯有穷尽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感谢主，咱的主有无穷尽的怜悯，也因为伊的慈爱，予咱无抵到灭无。愿主的听，时刻甲你三角伫地，耶稣听你，祝你平安。